来看高雄，这去年演唱会经济呢创造45亿的商机。今年对3月2日开始，已经安排11场的演唱会了。是政府预估会吸引30万人来到高雄。不过，这头一天呢，就出现这占位的问题，有的人大步旁坑椅啊，怀疑就是升降升赢就对了啦。 透早，侪歌迷摕着纸箱、点啊，甚至有布棚出来占位。这是高雄樱花音乐节活动，现场有人搁大纸条写讲袂使当占位顶顶的字，涂骹也拢有椅啊、粪扫各种步数来抢位，甚至有民众前一天就来排队，都是为着要伫演唱会较我近欣赏家己的名称。应该一样8、9点会来。啊，我朋友也是从北部来，他们晚上才会到啊，所以就先排。 就我们上面都有贴那个贴纸，然后写互动，是都会来巡啦，就发现东西都还在那边。那这场音乐活动邀请真侪知名歌手去引歌迷，刷落来高雄阁有10场的演唱会，包括日本、韩国甲台湾的歌手。讲市政府这几档积极发展演唱会经济，根据统计，去年高雄办超过117场的演唱会，成139万人次。 不过，李行工会建议，目前高雄旅馆有22000间，若是演唱会会当伫平日举办，对旅行业更加有帮助。啊，你若是讲这演唱会有法度吼，则办伫平日吼，比如拜1、拜5，这个可能会国家对咱高雄国家有大帮助呢。去年高雄举办超过117场演唱会，吸引约139万人次，观光效益逾新台币45亿元。 针对来听演唱会民众，市府也有夜市啊消费券，佮增加30间的餐厅优惠。市府有价这波会成超过30万人来观光。记者钟丽辉、顾昭荣高雄报道。